而呢一個郵局咧就坐立喺一條斜路嗰度，咁所以你見到以前嘅石牆啦。郵政局出面呢埲牆都有4種唔同嘅砌法，1、2、3、4，應該見證咗唔同年代。去到地下嗰層咧，你會發現好多人喺度吸印仔。Hello， 咁今次咧就帶大家嚟到中環嘅郵政總局啊。咁因為其實呢一棟嘅郵政總局咧就嚟就要清拆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入嚟睇下。我哋拍緊嘅呢一棟郵政總局咧，其實已經係第4代㗎啦。咁啊，第一代咧就喺聖莊 Cathedral 附近，就1841年。之後第二個咧就係1846年就遷到去皇后大道中至畢打街交界。第3代就係1911年搬到去德輔道中同畢打街。咁第4咧就係呢一度1976年8月11號啟用嘅。咁啊，第3代咧曾經就話係最靚嘅郵局。咁而呢一棟咧就係建築上面最實用嘅郵局。咁我哋就去睇下啦。嗱，今次我哋仲有做一樣嘢嘅喎，就係吸齊16個印仔啊，咁都有咧香港16個地標，咁啊擺喺度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其實呢一個郵局特別嘅原因咧，係佢見證咗郵局一定要臨海嘅時代。原因就好直接啦，因為海外嘅郵件咧主要係靠海運，咁所以以前嘅海岸線咧其實就喺呢一度嘅附近，方便將郵件直接裝卸上船。咁呢一個現象本身咧，亦都反映咗我哋嘅海岸線不斷向北移啊。呢一度建築嘅特色咧係非常之實用，都係一啲直線簡約嘅設計。下面就有啲拱形嘅裝飾。由外面睇咧，其實你可以由窗戶嘅大小去估到嗰一層究竟係辦公啊，定係有一啲機械嘅作業嘅。好中意呢度嘅落地大玻璃啊！哇！我真係估唔到，竟然喺郵政總局見到呢一條木樓梯啊！嗱，不過咧，我覺得佢有再加固嘅。點解咧？佢呢啲位咧係有一啲嘅鐵去加固住，但係呢啲全部係木嚟嘅，真係有些少裂痕，但係都仲用得到。跟住我哋就行落去，有啲歷史嘢睇。呢一啲樓梯都有80、90年代嘅風格。後面 IFC， 咁然後你會發現呢一度都有一個玻璃幕牆準備起緊，跟住就係停車場，咁啊後面就係 MO， 咁呢度嘅天際線咧就將會有改變啦。好，睇完中環嘅郵政總局咧，我哋就嚟呢個赤柱郵政局。哇，其實佢個門口都已經好多嘢睇㗎啦，我哋就望下啦。赤柱郵政總局咧係1937年啟用啊，係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但依然運作緊嘅郵政局嚟㗎。咁啊已經係被評為2級歷史建築。咁喺外牆咧都有一啲以前嘅郵政信箱啦，可以咧攝啲信。咁而家當然就攝唔到啦。GR6世啊，另外喺買郵票機嘅隔離咧，就有一個舊嘅買郵票機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呢度寫住郵票售完。咁而家呢啲咧都係攞嚟做陳列之用啊。
另外呢一個位置都可以見到啲舊街牌，咁呢度呢，就係黃麻角道2號，呢個呢，就係英文，隔離就有個中文嘅。平時就開到4點半，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休息，星期六就開到1點。好難得仲見到一個仲運作緊嘅舊郵政局，而呢一個郵局呢，就坐落喺一條斜路嗰度，咁所以你見到以前嘅石牆啦。咁我哋就入去望下啦，都仲係見到一啲木門啊！各位觀眾唔好意思啊，入到去先知道唔拍得片，所以唯有喺外圍拍下啦。郵局嘅另一邊仲有個磨砂玻璃啊，中間仲會見到 GR 嘅字樣啊。呢個窗框咧都有 GR 嘅字樣。上網揾翻啲舊相俾大家睇下啦。上網翻查資料先發現，原來赤柱郵局曾經遭到撞毀啊！赤柱郵車要登場處理一啲郵政上面嘅安排，咁啊曾經封咗個郵局啦。原來係因為有一架巴士嘅車頭撞咗入個郵政局嘅門口。睇得郵政局，梗係唔少得法定古蹟嘅灣仔舊郵局啊！位於皇后大道東嘅灣仔舊郵局細細間，就喺湖中大廈。呢間舊郵局得意在係乜嘢呢？新郵局就喺佢隔離嘅啫。舊嘅樓梯，而家變咗係式嘆館。門口就有個法定古蹟嘅牌，建造年份1912至1913年啊，喺1915年啟用。係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嘅郵政局建築，不過入面就已經唔係郵政局啦。俾我見到呢個舊郵政局隔離嘅花盆都係舊，仲有些少紅磚。郵政局出面呢埲牆都有4種唔同嘅砌法，1、2、3、4。應該見證咗唔同年代，上面可以見到一啲中式嘅瓦頂，同埋有個煙囪添。呢度就係舊郵政局嘅後面啊，一個 L 字形嘅設計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入去，仲會見到以前紅色嘅一啲郵箱同埋一個木櫃台。關於灣仔舊郵政局，其實仲有一個傳聞㗎，發生喺1950年代至60年代。如果大家都知道嘅，記得留言話俾我聽。好，咁我哋嘅今集郵政局之旅就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仲有啲特別嘅郵政局我未拍到嘅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。拜。